怎么能让顧其成討厭我呢？他那麼好，我真的不忍心讓他失望難過。可是我要是不按照賀锦熙說的做，就再也看不見媽媽了。這就是我的那些老姐妹，托你口福。你呀有福气。顧老太太来了。哎呀，太冷了，来，我来吃了。来，坐。哎呀，顾老夫人，你可没来迟。今天呢，是我們提前來了。你要來，这不，你看看，我們都提前來報到了。奶奶，您喝茶。哎，好。喲，这小姑娘长得这麼漂亮啊！老夫人一定是您的孫媳婦兒吧？啊！哎呀，早就聽說我們的顧老夫人找了一個稱心如意的兒媳婦兒，一直沒見過面。今天這一見面，真的是漂亮又大方呀，是吧？有福氣呀！哎呀，你們都誤會了，她不是我的孫媳婦兒。她是我孫媳婦的表姐，剛從國外回來的。我的孫媳婦呢，今天出去有事兒了。我呢，怕把她一個扔在屋裡無聊，我就把她給帶出來了。是，你們不見怪吧？這是哪兒話呀？表小姐長得這麼漂亮，老夫人啊，那您的孫媳婦啊，一定差不到哪裡去。哎，等您孫媳婦有空啊，帶回來給我們看看啊！我們大家可都準備見面禮了呢。哎呀，見面禮就不用了，等有機會啊，我把她帶過來給你們看看啊！一定的啊！來，喝水啊！喜歡嗎？天哪！你瘋了嗎？你怎麼了？你把家裡床上弄成這樣，我們怎麼睡覺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玩遊戲玩的太投入了，特別不好意思。只要你給我10秒鐘，我馬上還你一個乾淨整潔的床。等我一下，快來。快點。1、2、3，怎麼樣？乾不乾淨？好了，快來，一起玩遊戲吧。太過分了，你太過分了。我怎麼了？露露，哎，你幹嘛呢？是有點過分了。